请奏乐。恁众百姓，恁拢着大手，着用得胜的声大声呵劳上帝，因为耶和华至悬通惊的，伊是大君王，管理全地。咱做伙来吟诗呵劳上帝，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请咱起立吟全首。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子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哥院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被俘，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相通，
罪下面肉体的我，永远的活命。请坐。咱做伙来交托启文17篇。启文17篇，我来启，恁来引。上帝啊，人伫锡安称赞你，各地地理唱，听人祈祷的主啊，我来祝福你。罪压倒我，毋过我过世拢下面，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踮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我们因为你的主，你的圣殿的福气，生活依旧。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你关顾土地，落雨管压，互土地真肥。上帝河水满满，你安尼准备土地，攻击我国。你管压田园，收平土地。落到野的雨水，互土肉软软。这声，你祝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经过的路有油得滴，连旷野的草坡嘛有油得滴。山头用欢喜做大霞，草坡用羊群做衫穿。山谷用五谷做外花这声，换，你我拢欢欢喜出喜出声声吟吟诗诗。咱做伙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创造世间万物的大主宰。主，阮感谢你，你甲阮同在，你保守看顾阮，互阮会当平安经过一礼拜。主，阮感谢你，伫圣的主日，阮会当三甲组织伫圣殿，阮伫遮要来同心敬拜你，服侍你，学乐高举你的圣名。主，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伫遮会当用阮的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主，阮也恳求你，你会当将你的话放伫阮大人的心内，互阮会当，互你的话会当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会当成做阮每一日生活的美娘。亲爱的主，今早起阮过来到你的面前。阮也要搁再一摆悔改认罪，伫阮的生活当中，检查阮所行所做所讲的，无按照主你的教示，求主你赦免阮，求主你除去阮一切不义，恳求主你来当帮助阮，互阮会当常常遵守你的诫命，互阮会当疼人亲像家己。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为阮设立圣餐，互阮今早起会当搁一摆甲主你同坐倒，也互阮伫每一摆守这个圣餐的时，阮会当来纪念主你，你为阮打破身躯，流出宝血来救赎阮。亲爱圣神，阮恳求你即时甲阮三角地地，保守阮早起的敬拜对开始到结束。阮安尼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这时要来奉献，请执事来服侍。这时是做教会主日的奉献。
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你是施恩赐福、恩典满满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你赏赐互阮有美好的恩赐，你也保守阮逐人伫事农工商无共款的职场当中，拢有恩典满满、丰盛的恩典。主这是阮奉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感纳阮安尼当心恳求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请坐。教会消息报告。第一点，本会本主日举行2026年第3次圣餐礼拜，敬请全体陪餐会员恭守圣餐，同沐主恩。第二，本主日敬拜中心举行洗礼式，成人洗礼刘秉义、坚信礼曾慧英、小儿洗礼郭子杰、郭子豪。顶周未接受洗礼，廖宣仪。第三，小会公告：高雄中会常治委员会主后2026年6月18日韩文第1小点，派立中委牧师现在起兼任油涌教会小会议长。第2小点，油涌教会小会议长陈吉牧师将伫2026年11月10日因届龄新退休申请离职，为方便教会处理父母离职甲聘牧相关事工，提前专派小会议长立中委牧师对2026年7月1日起兼任油涌教会小会议长，敬请大家代祷。第4点，下周主日7月5日7月初5下晡3点半，伫副堂召开7月份中执会，敬请全体中执出席，机构首长甲同工列席。第5，有购买2026年每日研经释义的兄弟甲小组。请到办公室签名领取第3季册本。第6，本会定伫8月22拜六上午9点到下晡6点，伫敬拜中心举办好牧人宴会，对象全体小组长甲门训课程毕业的学员，费用毕业生800块，小组长500块。敬请伫7月29拜3前办公室来报名参加。具体消息：第1，合作社伫本主日举办生活健康讲座，请有报名参加的社员伫中昼12点到副堂报到。第2，外向消息：第1，本会信徒方明雄兄弟。6月18日拜4，蒙主恩调安孝主怀，享年91岁，定伫本主日下晡3点，伫广之门永恒一厅举行追思告别礼拜。第2，本会黄族乐理姊妹6月23拜2，中昼12点，蒙主恩调安孝主怀。定对7月初2礼拜4上午7点15分，伫市立殡仪馆举行纳棺甲火化礼拜。上午10点，伫本会副堂举行追思告别礼拜，请相助会员缴相助会费。以上，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来代祷。第4，儿童牧区暑假宴会开始报名，时间是8月26到8月28，地点伫副堂，对象是原来国小1年到6年，费用是每人1000块，含60个人报名办公室来报名。
以上报告告解消息甲补充，请阿牧师。这大平安。咱看报告中具体消息中间第3点，新年牧区伫7月18下晡3点来举办婚姻讲座。这个讲座一般咱听讲座是讲师讲咱听，但这讲座是要用互动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这个对象一定要是翁仔某。有人讲牧师单身的就太太去还是先生去歹势了。因为爱互动所以一定爱翁仔某。所以只有一个太太还是先生要进行活动较歹势，较无较无方便请咱要报名用是翁仔某一对安尼每人报名200块若是咱是新林牧区的组员，咱牧区补助奖100块，也意思讲一对翁仔某。若是牧区的，就一对翁仔某200块，若毋是牧区的，就是400块安尼请咱伫7月11进前，有方位技术来报名。新林牧区嘛已经有拍一个底片，互咱知影讲，这个夫妻讲座到底是怎样咱来看这个3分钟的底片我们就餐准备了。好，麻烦你喽。我们的早餐很好吃可是我们2个一半好不好？因为好啊，不完。你像我准备你的咖啡了，我们的咖啡是你的，OK， 你做我的。我们祷告。好，谢谢你啦。有一个阿某看起来总是充满了幸福，不是因无问题，但是因知影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幸福的婚姻不是天生的，但是努力经营出来。上班的。老婆，那谁钥匙呢？我怎么知道你自己的东西？都问我，你整天在家里，你是怪我咯？你不知道我上班这么累吗？难道我就不累吗？奇怪啊！你也是要做事情帮忙一下你自己找。一个婚姻的问题，并不是彼此无相听，咱是唔知影要怎互相斗阵。一句话可能正做安慰，嘛可能正做伤害。同款是翁仔某，为什么结果差济？因为婚姻需要学习，听需要学习，沟通需要学习，原谅需要学习，互相斗阵更加需要学习。以前的时候，我们很多，我们吵架，因为我很多东西不懂。因为我们学会如此彼此的倾听，彼此的声音，所以我们的关系就有了明显的改善。其实我也很爱我的太太，但是不知道如何表达。我也很希望被理解，然后只是不知道怎么去沟通。婚姻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人，咱是学习用上帝听去听无完全的人。当翁仔某愿意改变家己，婚姻就有新的可能。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们这个家。谢谢你愿意改变。无论你是刚结婚的翁仔某，也是结婚真侪年，也是恁伫婚姻中当拄到挑战时，阮拢兴奋邀请你做伙参加婚姻讲座，互听搁一届结连，互家庭搁一届充满着温暖。幸福婚姻从愿意学习开始。7月18星期六
下午3点，赶快来报名！感谢主，咱教会这个兄弟吼，毋但会做事工，甲真够演戏吼。其实吼来演电影拢不为过啦，真够演吼。咱这个婚姻讲座就是40个，就是20对翁仔某名额杂志啊吼，所以有名额限制即马阮已经牧区已经报名10对啊，现在剩10对当报名吼，所以咱的兄弟若有感动咱来报名。这届的主题就是沟通啦，人甲人的冲突拢是沟通不良产生的吼。咱来看教界消息。高雄爱修园爱修活动，伫8月初3到初4伫中华电信训练所举办信心路程的这个研习吼。使用者是郑义林牧师甲薛宇胜牧师吼。费用是2500块请咱有意思报名，请咱伫7月初10拜五进前咱办公室报名。以上。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37节到47节。《使徒行传》第2章37节，众人听了，心内切切，对彼得甲其余的使徒讲：兄弟啊！阮着怎样做？彼得甲因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告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拿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搁另外用济济话干净来口劝因讲，恁着救家己脱离即个邪的世代。对安尼接纳因的话的人，拢受洗礼。迄日约略加添3000人，常常专务使徒的教示，3角交杯8饼祈祷。众人拢惊遐，使徒搁惊济济奇事神业。神的人拢总聚集伫一所在，所有的物公家用，搁卖物产、家业，照逐人所欠用分互因。日日当心专务伫殿内，也伫邻家八饼，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学了上帝，也得到众百姓欢喜因。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以上，愿主的话真做咱的帮赞。赞美请上联献歌队。
讲到题目是做伙奔走信心道路，请阿牧师讲道。两位这大平安。咱参加用这个同心奔走信心的道路来做题目来参加分享。有两个人烧酒去爬山，一个较老练是一个引出来的人，一个呢打学安怎样爬山。伊烧酒去爬迄个山，迄个山是真悬，云雾大真重，所以爬这座山无遐简单。这座山咧上定咱一生信心的路。就出来无偌久这个新的人新手就讲要爬这个山真悬云雾大真重我去哩爬装足济这个爬山的物件啦，比如讲伊炸一地的这搭的草料饼啦这物件甲炸帐篷啦做去炸一寡防止去山顶会寒这个衫。结果呢，这个少年呢排一堆物件爬这座山上，爬到一半安尼喘平平。这个较老练的，这个引出来的人甲讲这条路爬这条山的这条路真正的供应者是上帝。你必须要放下对这个环境，也是对未来过度的担忧，脱去这个阻挡你头前迈进的重担甲小心。安尼，你较会当真轻松来爬这座山。伊讲，你看，我派一包尔，我就会当爬这座山，爬了真轻松。所以，当这个较老练的人甲这新手的人讲了，哇，伊就去头前行，爬到半山腰，浓雾打来真重，完全两个人看袂到头前的路这新第一届爬山的人开始着惊，看无路我掠做我家己迷路伫这山区你知影？爬山的人上惊哪？上惊伊迷路。这引出来的人，就举伊的手讲：信心毋是看到较行，咱是伫黑暗中犹原相信光的存在。咱虽然看无到头前的路，咱只有仰望迄个开拓迄条路的前方，咱行伊的脚步就好这两个你爬这个山时，爬到一个这石壁，这新的手的人，忽然脚一骨落，哇！你要踏入山谷内底，感谢主，这个真熟悉的这个老手进前要出发之前，要爬这个山之前，已经将伊甲迄个新的人中牵一条绳绑伫迄身躯顶，所以这新的人你爬，无说你去骨落的时阵，跑咧山坎迄次，拄有迄条绳甲救。迄时，这个新的爬山的这个新的人较知影，信心的道路毋是高照咧奋战，咱是爱伫疼中间同心同行，无论面对风影。也是野生，咱拢爱伫信仰中间彼此带导甲扶持，才会当互这场的旅程充满着稳定。真侪人伊洗礼了，以后我就讲信仰到终点毋是啦。虽然国字虽然洗礼伊的属灵的生命毋是终点，咱是起点。圣经讲。洗礼毋是毕业，洗礼是开始尔。伊毋是终点，伊是新的开始。亲像一个婴仔出世，婴仔出世伊当要准备成长。共款一个基督徒，伊若受洗礼了，
伊当要开始伊信仰的路程，伊当要开始经验什么叫信心的挖课。咱看初代教会伫五旬节的时，迄天彼得讲到有3000人悔改洗礼，就是你看圣经到停留到3000个洗礼就定义，无呢？圣经继续记载，因拢啦耐心遵守使徒的教示，彼此伊交陪八饼祈祷。所以咱看到这四项代志，咱讲初代教会信徒因的成长的根基，必须要起造伫对属灵生命的一个起造。所以咱洗礼了，咱是开始咱属灵的生命开始。我相信咱在座已经信主可能10档、20档以上，就是咱拢咧爬这座信仰的关山。咱看到圣经内底彼得伊宣讲上帝话的时，众人听到彼得讲到刺插，心内刺插。咱有这种款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啥？听到讲到了刺插，代表信心咧做工啊。所以彼得你讲到中间，过来甲讲到以色列百姓过去怎样对待主耶稣，怎样互主耶稣定义世界。这一些人听到彼得讲到了想到过着以前安怎对待耶稣。当彼得倒要放伊时，这人唔放伊煞，定义世界。所以当彼得佮一摆唤起前因怎样对耶稣的代志了，心内感觉不安。这群众就问彼得讲：彼得啊，这摆这煞要安怎做？彼得甲这群众讲：兄弟啊，阮得怎样做？彼得甲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得赦免，佮领受圣神的手术。所以彼得对这群众讲道，毋是一个足华丽的演讲，嘛毋是对群众扑哈讲因的好处，更加毋是咧讲对囡仔讲迄童话故事。彼得甲因讲：你过去对这个无罪耶稣，安那如何栽赃，如何定伊的罪？恁安怎定这个无犯罪耶稣的罪？恁拢爱悔改，而且彼得甲因讲：恁拢爱悔改。伊台语圣经讲反悔，恁拢爱反悔。而反悔这字的原文意思是全然的改变，特别是指福音顶悬。当侪人听见福音了，伊就对整个的事情、价值观、甲人生的观念，全然的改变无同款。所以当群众咧问彼得：阮通安怎做？彼得讲：恁着反悔。你看这，彼得讲：恁着反悔啊！这字是一个命令的，你着爱安做啊，你着爱反悔，毋是安尼会参详。恁爱想看卖，恁爱反悔无？无。彼得用命令方式甲讲：恁着爱反悔。了解？当彼得听到，当众人听到彼得的讲话了，伊就心内刺扎。因若刺扎停留着刺扎，安尼艰苦尔呢？因就阮当安怎？用恁着爱反悔。了解？咱每一个人基督徒，咱拢是一个无完全的人。咱以信仰的标准来用圣经来看，咱拢是该死的人，咱是不完全的人，咱拢在喷包皮咯，拢咱不是咧这个做无好来修改这个，迄个做无好来修改这个，咱拢咧不断咧修改咱人生的缺点，所以咱知彼得除了甲因讲，恁着要反悔呀。
佮接续甲因讲，奉主耶稣名洗礼，洗礼是哪？表示当事者悔改甲信心的表现。所以群众领受圣神的降临，圣神的降临嘛是对上帝遐来，互愿意悔改的人一个肯定。圣神降临降落伫这使徒以及这门徒身躯顶。彼得甲因讲：恁过去曾经甲一个无罪耶稣钉伫世界。你的确犯了这个大罪，这个罪的确是真严重。但是你不是一个死而不赦的人。上帝是主爱，上帝是信实的，要通过耶稣基督，将恩典甲恩惠赏赐予愿意悔改的人。当然了解，咱今日要伫圣殿中间领受圣餐，要甲教主同齐道，咱伫迄教主同齐道时，咱爱做一项事，咱着爱谦卑，等到主的面前认罪祈祷，反悔。上帝会共款将恩惠赏赐予咱每一个人，阿们。所以，甲你隔壁讲，咱也谦卑反悔，上帝要祝福咱，预备来。所以，咱即刻。常常谦卑反悔，讲我较有罪，了解。若讲无罪人，这代志会大条啊！代表这人无咧看圣经，这人无明白圣经的价值，伊毋知伊对爱改，伊毋知对圣地爱改，毋知对什么款的思想爱改。所以咱看了42节咧讲，常常专无使徒的价值。你想啊，爱。常常持续不断，立志毋是某一个事，那是立志来军队主耶稣。这使徒拢伫主耶稣搁我爱时，就军队主耶稣。伫真理里面嘛听见主的教示，所以当使徒搁将主耶稣过去的教示讲啊真人听的时阵，就是什么？就是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教示的延续，今日唔难呢？你强调信徒爱顺服使徒的教示，唔但顺服，爱调故意专工去实践主耶稣的教示。今日你我在遮，咱拢拄袂到，迄当时使徒的教示是啥物？这使徒拢是军队主耶稣的人。但已经过2000多年啊，拢咱拄袂到迄当时的使徒。不过，咱现如时有啥物？有圣经，有圣经这个册，详细来传写，来甲咱教示主耶稣真理的教示。所以了解，咱顶礼拜有健身礼，有心灵洗礼。拢这种真好，但是我讲过，信仰毋是结束，洗礼毋是结束，是打开始尔。所以咱有缘会当通过逐经的读圣经，知影上帝教示。所以咱看到这礼拜有这个兄弟洗礼，咱真恭喜。总是啊，有一群人愿意委身，愿意有耐心来有时陪伴因，互因的生命生活起坐伫真理顶悬。我会记去年5月，我主持黄场牧会长娘的纳冠礼拜。伊的纳冠礼拜中间，我拢事先咧看个人历历，因为我对黄场姊妹无亲像咱较熟悉。我拢去看个人历历，了解伊过去的生命、信仰、婚姻，然后祈祷，较知影要安准备一篇道理，成做家属的安慰。而我看个人历历的时阵，我看到其中一段，我真感动。黄场姊妹甲伊的翁婿牧会秘书长了，因逐工透早拢有一段时间会做伙
读罗马拼音。咱知影黄州姊妹伊是一个对汉字无啥熟的人，就是伊学迄白话字学了真勤，所以伊读迄白话字圣经。所以你也在咱看到，信仰啊，时常起着这段，伫主的面前来敬拜主。拜拜人因15拜天公拜啥物，伊拢用坛，用按桌按桌伊咧拜神礼，就是基督徒。咱逐工敬拜主是安那读圣经祈祷。过去吼，咱长老教会过去有一个足好的传统，就是安那，拢是厝的人的上长辈带全家逐工家庭礼拜。不过，直到工商的时代，大家拢咧无用趁钱，迄个家庭礼拜变轮流。原本是厝的人逐工带长辈带囡仔伫遐家庭礼拜，怎么变安那？变牧师轮流去信徒因兜带家庭礼拜，安尼渐渐咧退步。到尾啊咧，会友拢无用，讲牧师啊。要家庭礼拜，我开登记登记到尾旧年头当无人登记，家庭礼拜都无去所以了解咱看到，过去咱长老教会有真水的传统，种是安那？迄传统毋是一个宗教仪式，是逐工亲近主，逐工读上帝话。所以，亲爱兄弟，咱兄弟中间有肉体软正，有心神软正，咱看到黄州长娘，因看到遐身体软正有欠缺，拢为因祈祷。我相信咱在座真侪兄弟毋敢是牧会长老甲长娘会读圣经，真侪兄弟咱在座嘛，即侪人会读圣经，有即个习惯，就是咱毋通习惯无用，却忽略掉亲近主的机会。礼拜三祈祷会，陈牧师伊祈祷会分享中间，伊讲到引用到诗篇91篇，诗篇91篇第1节，咱做伙来读好无？预备来，盘过至高的稳密的所在，迄人要徛起伫专营的一命。稳密的，就是久长会当大的所在，会当得到安息，是充电充饱，重新出来。所以，咱祈求，咱伫肉体中间，拢做足忝的。我来休一个，休一下，是休是要互肉体恢复。咱即马有真侪人会去安那开迄个特斯拉啦，迄个汽车的即食电的汽车。汽车到一个时间无电啊，你爱去倒？你看充电站去充电同款。咱的上年生命伫软正伫野生的时阵，你要安怎得到重新的开展？就是咱爱上帝的话语中间，遐会当久长住咧，遐会当互咱得到安息，互咱伊遐充电充饱了，重新出来的机会的所在。所以特别打细的兄弟，咱来养成逐工读圣经的习惯。最近牧师咧陪伴一对我的组员的翁仔某咧读一本册，叫做《初信关键40天》。牧师逐礼拜安尼带因读，都用1点钟的时间读了，今日结束无？牧师逐礼拜拢有互因功课、homework、家庭功课互因做。什么功课？因某爱带因翁起床了透早毋是因透早起床了，因翁拢日夜颠倒，拢下晡3、4点我困醒，起来就是安那带读经言。读经言，读的时阵安那录影传互我。我讲袂歹，有咧读，我来甲鼓励。所以，了解咱的信仰，爱养成逐工读上帝话，食上帝的话语。所以，以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来讲，咱做伙来读。
就亲像拄着生的婴仔，心无心灵转下呢，互恁对中大得着救。所以，咱来对这经文中间，咱知影，婴仔若无食呢，伊是无多大汉。基督徒伊若无读上帝话，无灵修，伊信仰无多成实。今日一个人洗礼了，伊的信仰一直停留在原地原地踏步。所以，基督徒若无读圣经，伊的信仰无多愈来愈成实。伊当婴仔，当囡仔摇把叉有起某时无欢喜，就甲你发一个脾气的。就是咱知影，咱若无常常用上帝话来有时咱的生命甲咱的灵魂，咱的灵命是无多成熟，咱的灵命是无多成长的。所以咱知影，上帝话，圣经是上帝话，上帝话每一句拢印出咱的脚步。所以诗篇119篇安尼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了解？真侪人面对人生中间真侪选择，有人讲我要安怎经营婚姻？有人翁仔某亲像他鸦片，有人翁仔某为什么长甲袂甜？有人翁仔某一感觉袂冤家，哇，要安怎？其实，当来甲圣经，上帝拢会讲，翁仔某要安怎好斗阵。上帝嘛有教你安怎教导你的囡仔，互你囡仔伫真理、伫人生的决定中间无受抑郁。圣经嘛讲，你要安怎面对苦难？面对苦难时，你要有信心来赢过。面对试探，你要试探来到你的面前，你要有智慧赢过试探。甚至圣经嘛讲哦，朋友若借钱要安怎？有解教无？这摇头就是无读到啊。圣经有讲，朋友借钱要安怎？你若借伊，你就等于互伊啊啦。这圣经讲的呢，毋是我讲的。你有读圣经有要紧无？有啊。圣经连这嘛解教，朋友借钱你要安怎面对伊啊？你要态度面对啊。所以了解，咱看到上帝话拢伫咱大时刻的需要中间，咧成做咱的价值。伫我一届屏东主理疗咧牧会时，有一个执事走来讲：牧师啊，我做生意周转袂过吼，你敢通借我5万啊？我当对是哪毕业尔啦，拄着会友要甲执事要甲伊借5万，你要借伊无？5万有借无？有哦，无啦，无介济，我较好业。我当时就甲阮丈母讲，阮丈母是牧师娘。我甲阮丈母讲，有会友执事要甲我借钱，阮丈母就用圣经即句话甲我教。准的啊，圣经无讲吗？你若借钱互人，你就等于互伊啊！你免想要甲讨，你要有备办心哦。你借伊吼，就爱有备办心，讲伊袂还你啊，就等于互伊啊。我听者讲，5万无介济，嘛是这5万嘛真要紧。我等于到会了，我随讲，即事啊，歹势哦，迄5万我要开客倒来。为什么？因为圣经讲借钱的态度，哎呀，我若借等于互你啊，我虽然做好嘢，但我嘛爱欠这5万。我讲你麻烦你5万先还我吼，我先还我。你讲团队怎无听心？5万尔，甲计较，这毋是计较无计较问题，这是真理的价值。所以真侪时阵，咱看到上帝话伫大时刻，拢成做咱人生需求的答案。上帝给答案，会甲你讲答案。重点来，答案就伫遮，答案伫遮，答案伫遮。你要知影上帝答案，爱温困读圣经啊，阿们。所以，阮丈母吼，伊虽然目睭无看，伊拢逐工咧摸圣经啊。伊毋是看圣经，逐工就摸个啊，有啥物摸个？
伊看无啊，伊目睭无看，伊拢点字的安蒙啊。所以哦，我若真济牧会顶悬毋捌的，我都问伊啊。伊拢用上帝话甲我回应啊，无用别句话，用上帝话。所以了解咱知影，约书亚记第1章第8节咧讲，咱做来读预备来。这个律法的册毋通离开你的嘴，的确着每日受益。咱做来读这句真要紧，预备来。这个律法的册毋通离开你的嘴，的确着每日受益。所以咱说了，咱来互咱这兄弟养成逐工读圣经的习惯。一天一篇嘛好，一天一章嘛好。重点，你要留时间给上帝，而且持续不断。所以真济信仰成熟的基督徒，毋是有特别温顺，咱是伊久长伫咧上帝话也浸泡。所以了解，说咧毋是互咱的名记伫生命册顶悬尔，咱要将上帝话刻伫咱的内心。所以当咱读上帝话时，上帝就改变咱。甲你隔壁讲，读上帝话，上帝改变咱，会袂啦？读上帝话，上帝就改变咱。所以当咱常常读上帝话时，上帝话成到咱生命的美粮，咱就安那慢慢安那成长，慢慢成长，毋是一时成长，是按慢慢成长。所以我常常咧想，为什么这现在基督徒拢爱去走特会，爱去走啥物？真好。重点来啊！特会走了，然后咧，圣神充满然后咧，英文个然后咧，有人做爱参加 DT， 有人做爱参加什么活动、宴会，参加了你画出来是啥物？你画出啥物款的款式，互人看见你处理，你入面甲处理无共款，所以咱的生命的中间。咱爱常常伫真理中间，家己起造你对上帝的关系。所以咱看到使徒伊伫厝八饼祈祷，了解，这嘛是团体的做的模式。咱透过守圣餐，纪念耶稣牺牲。相时咱啊领受圣餐，主来认罪悔改，互咱通过甲主的认罪悔改，咱甲主恢复迄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使徒伊伫厝，伊也带大家领受圣餐。咱很主席，咱等下要领受圣餐，咱嘛是学习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嘛是看过一个印象。所以咱知影，伫初代教会圣餐，嘛是因的爱餐的一部分。因伫遐个圣餐中间八饼分享，虽然有八饼有啉杯的仪式，就是咧种啊。孝念主耶稣基督，伊所成就的恩典，阿们。所以圣经内底讲，因三角交杯八饼祈祷，过着团结生活。咱讲圣经内底，亚居拉甲百居拉，因伊遐开放家庭，大家聚会，就像咱的小组共款。因的关系只有一家人彼此交杯，互相造就，互相成全。只有咱教会用小组做单位。用小组来成做咱的聚会单位，就约翰一书第3章第18节，咱做来读预备来。细囝，咱着相听，毋通用话用指，是着用行用诚实。这段话咧讲，咱对人的关心，毋是用嘴唇、喙齿来讲关心命，爱通过咱的行动，实际成做人的帮助。阿们。所以。约翰一书咧，甲咱提醒，听毋是嘴唇咧讲听尔啦，是爱安那用迄个行动。所以，咱真正兄弟有需要的时，咱通过人的听、关心，去感受迄个听。迄听是啥？发出内心的、诚实的、无虚假。所以圣经讲因彼此交陪，代表因的信仰毋是孤单一个人，毋是孤单的事啦。群体，所以有真侪人，我信主了，我伫厝就好啊，我家己祈祷就好啊，我哪需要小组，我哪需要教会，对不对？了解，
上帝设立教会，就是要信徒彼此的扶持，亲像啦，一个火炭，一粒火炭若离开个火的迄堆，真紧就火去啊。所以在讲了，信徒若离开群众、离开教会、离开小组，伊真紧就火去啊。所以希伯来书第10章250讲，毋通放煞恁的聚会。所以伊迄群体当中聚会，毋是一个责任，聚会是稳定。伫教会中间彼此鼓励、彼此带导、彼此关怀、彼此扶持。所以初代教会信徒常常做伙啦，敬拜上帝，做伙食饭，做伙祈祷，做伙分享，迄个叫属灵的家。今日真侪人洗礼了，真少咧组织做伙，因为信心冷淡，最后离开上帝。所以咱知影，一个洗礼了，咱来帮助你有一个稳定的聚会，有是属灵的家。伊属灵的家中间三扶持、三帮衬，鼓励伊来开始去做信心的瓦格生活。所以咱知影，教会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教会是上帝所设立的家。咱来委身伫教会，经历伫属灵家的祝福。阿门。所以咱看使徒，伊常常专务使徒的教师，3角交杯8饼祈祷。你看这祈祷就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呼吸啊！若无呼吸就翘伊啊！所以若无祈祷无咧祈祷的基督徒，是就咧无呼吸共款。所以当信主的兄弟上要紧的，学习祈祷生活。真侪人讲我袂晓祈祷啊！祈祷毋是演讲，祈祷毋是咧背稿，祈祷毋是咧讲咧足水的祈祷术，是将你的内心诚诚实实带到主天父面前。把你的心内事讲给上帝听，把你的要求交到上帝。你看耶稣，伊常常上山祈祷，咱看到伊常常嘛去旷野祈祷，伊去西马尼亚祈祷。所以上帝的囝，伊常常都要用通过祈祷领受伊的快乐，领受上帝圣神的启示。你咧，我咧，咱到比耶稣较厉害，无呢？耶稣就常常上山祈祷咱哪较无咧祈祷？所以无快乐是因为你无咧祈祷，无快乐是因为是你无亲近主。所以咱常常祈祷，甲你隔壁来讲，咱常常祈祷，预备来，咱来参加祈祷会。灵呀，来，甲你隔壁较大声，咱来参加祈祷会。所以，咱看到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第20节讲，圣经安尼讲，咱做来读预备来，一切无的看路，独独万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你所求的摆在伫上帝。所以洗礼了，毋是代表人生无困难，毋是你无病痛、无压力，毋是你无从此试探拢离开你。上帝予咱一条路，通过祈祷，咱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有一位老信徒讲读圣经是上帝对我讲话，祈祷是我向上帝讲话。我搁讲过一次，读圣经是上帝向我讲话，祈祷是我向上帝讲话。所以咱逐工亲近主，信心就会慢慢成长。属灵的伟人，拢通过祈祷的生活来亲近主。咱看但以理，伊一天3届祈祷；咱看大卫。伊透早超找上帝，咱看耶稣，伊退去旷野的所在祈祷。另外这洗礼了上宝贵的，就是咱来保持甲上帝迄长甘密滴的祈祷的生活，读上帝话的生活。阿门。咱教会伊前阵了后，咱有推动一个 RPG 的祈祷，咱拢有线顶的祈祷，通过 RPG 祈祷。看见彼此的需要，互相祈祷。所以咱知影，通过祈祷，咱看到上帝与中间做工。阿门。美国有一个救赎主张了教会，这个牧师叫提摩太凯勒。提摩太凯勒伊讲，通过祈祷，信徒会让跨越跨过个人的限制，甲上帝旨意结连。
群体会当三角经历属灵的转化，甲超自然的作为。所以，咱亲爱的兄弟，咱做伙同心的祈祷，咱同心的祈祷带来转化，甲上帝作为。阿们。所以信心，当你三角祈祷的时阵，大家经历祈祷带来改变时，咱这群体因为安尼信心受着激励。所以祈祷是咱奔走信仰上好的方法。阿们。所以同心祈祷是咱奔走信仰上好方法。所以最后牧师要讲，《使徒行传》第2章41节到40节，要甲咱讲，常常专务使徒的教示，彼此交陪背饼祈祷，这是初代教会信徒的性命。因逐工也背饼祈祷，上帝话，互因的心有上帝话定根，因的性命会愈来愈诚实。所以咱毋若说咧，咱更加爱活出迄个诚实的基督徒。阿们。下一章，最后一章。所以，咱毋茫上帝带领咱每一个兄弟，伫信仰的天路，咱逐工拢会忠心，咱逐工拢教主三见面，互咱的信仰生命愈来愈成长。所以，咱的信仰成长，毋是去参加一个特会，参加一个特会真好，然后咧。特会了咧，就冷去后搁一届，搁去搁烧烧的，搁转来搁冷去咱毋持续，互咱迄个火团的火持续保持咧火咧倒咧。有啥物拢要透过即个特会呢？这特会以后就无咧，毋是足无彩。你爱保持迄个火热的心，咱三甲来祈祷。是阮台湾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同心，以主面前来敬拜。愿主你是阮带领，阮看见许多初代教会，因逐工伫厝内背饼祈祷交陪，逐工用上帝话成做阮灵魂的食物甲氧气，互阮的生命毋单亲像婴仔，阮若愈来愈成熟，亲像大人共款，有能力为主你做工甲做见证。愿主你是阮祝福，愿一切大力甲祈祷，阮同心感谢，奉耶稣名求，阿门。圣餐节，这是咱做伙来念圣诗366首。请咱坐咧念就好。永远感谢你。
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得以教会陪参者三角来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对凡事归向伊的人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我是活命的饼，就凭我的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罪担。就凭我的，我决断无去杀伊。”所以，所听的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主耶稣互卖迄暝有地饼，来对伊讲，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呢来纪念我。食了后，甲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安尼来纪念我。恁大概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伫咱还袂甲主同齐道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我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我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审判阮，也审判这会摆伫你面前所守事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百会，对你的恩典得到帮助，会通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用光你的名。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所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咱请长老来服侍。当咱对长老手中摕着饼，咱着爱来到主的面前，谦卑认罪祈祷，免得咱食啉家己的罪。今日无论你属对一个宗派，任何堂也好，基信会也好，任何一个宗派，欢迎你今日早起，甲阮三甲甲主同齐道，来谢念主的听。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所拍破的，恁着加安尼来纪念主，咱同心来领受。”
食了后，主要就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法会所设立的。既然你们是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长老来护洗。咱若已经摕到这个杯，咱就伫主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免得咱食啉家己罪。无论你属对一个宗派，欢迎你今仔日起来教主同齐道。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既然你们是着今日来纪念我，咱同心来领受。恁逐摆食这饼、饮这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咱即人三个伫地，咱同心来祈祷。阮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你对阮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是你永远国的会。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我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再用慈悲帮助阮，互阮的即个圣洁的交通对答通应光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一时来吟诗以外，咱来受圣餐奉献。
咱同心来祈祷，希望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因为阮的罪，主你怜悯阮，你通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体，为了阮的罪受定伫世界，但阮是阮的囝儿，同心的敬拜，阮也奉献淡薄金钱，成做你圣工的路用，愿主你圣话甲祝福，阮同心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祝福车肯397首，愿主祝福保护你，请咱去起立吟全首。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遐祝，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相同，甲咱众人三家伫地，对是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倒散会。